专班的同学，嘛是在路，就是伊本身是作家，嘛是歌手。感谢老师今日甲咱斗相共歹势讲，迄搬伊这家私家己搬来足辛苦的好，咱今日就拍鼓欢迎两位老师，多谢。我这个甲你斗一下好。好，若要。要念你的负担。你是负担的，谢谢我谢。我代替念，看了唔对，安尼先加话。我人较大汉，180几年。对使，安尼使，有听嘛吼？有听好。OK。会使。廖老师吼，啊，陈老师，啊，甲各位老师，大家老早。早。真歹势吼，我咧开钱去买册啊，当然为着这本册吼，这本册是这样讲是有一寡故事啦，是安那讲叫做负担，当然负担，等咱豆豆讲，咱先唱歌了，咱豆豆讲。这个负担是属关，伊看我，因为吼，这本册组成爱感谢几位老师吼，建芬啦吼，庆同着，仲来老师啦吼，等恁两嘛爱讲。因为是伫咧工作的过程内底吼，有一寡用力，因为我这老岁仔人吼，我写字较早字拢照我的印象去写，所以作品写完以后，就请淑娟甲庆同哥正新闻吼，因个掠迄个教育部的用力，所以这本册是真完整，但毋对嘛会用力。还是人有无解决，就是讲有校正以后无解决，无解决则有看到这个讲吼，变成再摆就这样咯。咱即摆先唱歌，因为今仔有真济时间要讲嘛，等下来讲即个创作乐器啊，是讲即个是安怎要写文青春节，是过程安怎？最近咧推展的是安怎用吼？负担，但这明离开故乡出家门，月娘光光照一年。浮浮沉沉的心，亲像浮动伫海底。阿公阿嬷的童年，温暖关怀负感情。他乡外里爱适应，提前了解阮心情。想起故乡的残存，目屎不甲滴现前。浮浮沉沉的心情，亲像浮动随海涌。春夏秋冬对云行，思念心内的形影。清风传来阮心声，毋望是我拢永行。落来。
啊，